知識嘅節奏，可以自己話事，即興啲，認真啲，專注啲，或者放鬆啲。再唔係，試下集合大家嘅智慧，點揀都好，你總會揾到屬於自己嘅步伐。因為知識無限，學習無界。香港都會大學提供知識新天地。今日上午9點，明珠台。冇嘢睇㗎，呢個節目真係冇嘢睇㗎。婚姻有一條刺就係有一條刺。搭地鐵啦，啱唔啱啊？你做乜用我老公車啊？我手袋使唔使入紙申請？我係相信男人同女人係做唔到朋友。我冇得去阻止佢同任何唔同嘅女性交，唔係交往。你趌起條尾，我已經知道你想點。我老公床下底入邊有個口，打開嚟睇嗰啲相。佢哋嘅就係佢哋嘅，你嘅都係佢哋嘅。冇錯，跟住玩大佢，你打俾人取魚啊！我呢個節目啊，早18年前播啊，我就冇搞到今時今日咁。K-Cash 找數黃直軒夫妻肺片，星期一晚10點半，翡翠台。美軍繼續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，最新開火癱瘓一艘企圖駛入伊朗港口嘅貨船。外長王毅話：只要中加關係平穩推進，加拿大對華出口到2030年有望倍增。旅發局籌備以光影匯演取代幻彩並香江，旅遊業界建議引入商業合作模式，並加入其他元素。各位早晨，我係黃善河。美軍繼續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，並發射地獄火導彈，癱瘓一艘企圖駛入伊朗港口嘅貨船。據報有商船按美方指示熄咗照明系統，成功摸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。伊朗軍方就話對海峽航運實施全面管理。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表示，一艘懸掛岡比亞國旗嘅貨船早一日無視美方嘅海上封鎖，意圖從國際水域駛入伊朗位於阿曼灣嘅港口。美方話向貨船發出超過20次嘅警告，話對方違反封鎖令，但未獲理會。之後美軍出動一架飛機向貨船嘅機房發射地獄火導彈，令佢失去動力。司令部又話喺美伊兩國臨時停火期間，美軍累計癱瘓咗5艘商船，以及下令過百艘船改變航道。另外，據《華爾街日報》披露，有船隻透過熄咗照明系統同埋導航燈，並依靠美軍嘅指引，避免發生碰撞，成功通過霍爾木茲海峽。一艘載有200萬桶原油，自3月初起滯留響波斯灣嘅希臘運油輪，喺過去1個星期曾經以呢種方式喺阿曼沿海航行，而家已經越過海峽，駛向目的地印度。報道又話，美方曾經建議船隻幾時摸黑航行，同埋點樣應對伊朗嘅武裝威脅。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言人向《華爾街日報》表示，美方會持續就越過海峽同船隻溝通協調。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就報道話，喺過去1日內，總共有20艘船喺伊斯蘭革命衛隊嘅協調下通過海峽。伊朗一直指控美方非法封鎖海域，違反4月7號起實施嘅停火協議，並堅稱德黑蘭當局對海峽有主導權。據報有船隻向伊朗繳付高達200萬美元嘅通行費。伊朗武裝部隊表示，當地對海峽航運實施全面管理，所有商船、運油輪同埋民用船必須先獲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許可，按照指定航線航行。並警告話，任何違規行為都可能嚴重影響佢哋嘅航行安全。若果有外國軍艦試圖干預海峽管理事務或阻礙海上交通秩序，伊朗武裝力量將會採取相應行動。喺美伊雙方就和平協議談判膠着之際，美國防長克格塞斯喺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議期間，強調美方仍然喺度尋求同伊朗達成偉大協議，確保伊朗唔會擁有核武，
但佢表示美軍準備有必要嘅時候會重啟戰端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。外長王毅到訪加拿大，分別同總理卡尼同外長亞南德會面，係相隔10年再有中國外長到訪當地。王毅話：加拿大對華出口到2030年有望倍增。外長王毅星期5喺渥太華同總理卡尼會面，卡尼提到今年初訪華，雙方決定構建新型戰略夥伴關係。王毅話中加關係重歸正軌。今次係王毅相隔10年再到訪當地，佢又同外長亞南德舉行會談。加方會後發表聲明，話雙方討論咗包括經貿、人權、外部干預等嘅議題，重申喺各層級溝通嘅重要性，以深化合作，消除干擾。經貿係今次會談嘅重點。中國係加拿大第2大貿易夥伴。亞南德話，加拿大目標係喺2030年之前對華出口增長50%。王毅話：只要中加關係平穩推進，加拿大對華出口到時可望增加100%，實現翻倍。王毅話：過去幾年中加關係經歷波折，但喺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下，各領域交往全面恢復，主要經貿關切亦都得到妥善解決。王毅同時強調，台灣問題係中國核心利益中嘅核心。希望加方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，並且落到實處。亞南德話：加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，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，呢個立場唔會變化。不過喺大約1個星期前，加拿大一艘軍艦穿越台灣海峽，外交部當時回應話：堅決反對任何借航行自由損害中國主權嘅行為。今個月初亦都有加拿大議員訪問台灣，並且同台方官員會面。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早前警告，呢啲行為可能有損兩國新建立嘅合作關係。無線電視記者馮慶匯報導。商務部警告，如果歐洲執意單方面推出貿易工具並採取歧視性措施，中方將會堅決反制。歐盟委員會據報開會討論點樣保護關鍵產業，免受中國競爭對手嘅衝擊。話必須採取更強力措施，平衡對華貿易關係。喺北京，商務部話中歐係平等同互惠互利嘅重要經貿夥伴，希望歐方遵守世貿組織規則，堅持自由貿易同公平競爭，堅定反對保護主義同單邊主義。發言人話，中歐之間嘅溝通渠道係暢通㗎，雙方正係探討建立貿易投資磋商機制，並將會開展相關對話。希望歐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通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摩擦，推動中歐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。哈薩克實施大陸法，但係8年前就設立普通法經濟特區，吸引企業上市融資。舊年更加有第一間當地公司嚟到香港同步上市。港交所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類似例子。邱建偉喺哈薩克亞斯塔納報導。祝賀嘉興國際資源投資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。全球第4大嘅鎢礦公司佳音國際資源，舊年喺哈薩克同埋香港同步上市，係第一間嚟香港嘅哈薩克企業。不過要成功嘅話都唔容易，因為哈薩克實施大陸法，而香港就行普通法，法律上有一定差異。而哈薩克為咗同外資對接，2018年喺首都成立奉行普通法嘅獨立司法管轄區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。有份幫佳音上市嘅律師事務所話，即使同一法制，都要為中亞客戶度身訂造。佢哋嘅法制同埋佢哋嘅合規要求同我哋係有差異，咁變咗我哋要多啲時間同我哋溝通，咁要有相關嘅法律文件要處理啦，包括佢哋可能要做嘅合同啊，要做嘅公司啲章程啊，好似佢哋嘅一個慢工足咁。早前有傳哈薩克國家鐵路公司、哈薩克國家主權基金等等都有意去到香港上市。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日就出訪中亞，隨團嘅港交所話，香港有足夠優勢，相信可以吸引到更多中亞公司。兩地上市啦，我個人認為呢個會可能漸漸成為一個幾必然嘅一個趨勢嘅。
企業佢係唔係淨係需要一次性嘅資金啦？隨着佢不停咁樣壯大，佢可能係需要頻繁咁翻去資本市場增發股票又好啦，發債又好啦。港交所就話啦，普通法地區之間去做對接呢，固然係會方便一啲。不過同內地等等嘅非普通法地區都有長期合作關係，歡迎各地企業嚟到香港上市。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，一直為東盟、中東國家提供專業服務。同樣隨團嘅香港律師會就話，會趁機為當地公司講解。我對你個法制係唔係太熟悉？咁如果我嚟到，你點樣可以保障我哋？咁啊，正係咁啦，我哋就可以解釋俾佢知啦。譬如我喺香港，原來我哋都係用普通法嘅喎。咁喺普通法方面，原來你自己亦都有個 AIFC 嘅喎。佢相信講解之後可以增加當地企業嘅信心。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喺哈薩克亞斯塔納報導。翻嚟本港，旅發局正係籌備以光影匯演取代幻彩詠香江。有旅遊業界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引入商業合作模式，減輕政府負擔，亦都令到匯演內容更加吸引。陪伴港人超過20年嘅幻彩詠香江年底告終，並且會由光影匯演取代，最快下半年推出。旅發局話仍然正係籌備項目，並且會分階段推出。其中一個可以同大家預告一下呢，就係佢哋好積極研究緊係咪喺山頂可以做到呢個光影匯。政府嘅匯演未有眉目，但係下個月中山頂就有第一場嘅光影 show， 係由山頂纜車聯同銀行喺凌霄閣舉辦嘅 3D 光影匯演。有旅遊業界話，政府可以將纜車公司嘅表演作為試點，了解表演效果同吸引力，並且參考商界協同合作嘅做法。即係如果能夠讓當區嘅一啲嘅商業機構結合埋一齊去做，令到政府唔需要話下下自己要即係掏荷包去